一个代表说啊，对我来讲，其实有个同困难的地方，就是要用百姓断舍离。你明不卡个动多东西，你就会知道讲，我100可能用得到，我9可能用得到，结果一边的去也未爱，唔到底，结果就几年来过去的，老几木头又知道清大爽，其实你爱用个啥呢？接下來，今日我來收幾多嘅機器呢？係鹹、髒、爆米。一個機器做得用啲乜嘅時間咯？就係我來教他一個做事嘅順序，貼喺啲嘅變數啦，愛先做乜嘅，愛先做乜嘅噶哈，一條人家講嘅流程當中，我就會來用到一個機器咯。在日常生活當中，人可能會講，我可能愛先做乜嘅，看清楚誒，這樣做得開始到，又或者呢，我愛先分類，這樣做得得垃圾。一條機器在日常生活當中呢，就會學到嚟，這樣做得好好嘅來表達一條信息，本事情攞佢圓滿嘅完成。今日喺客家話當中，鹹、髒、爆米。用百姓來使用咯，鹹、髒、爆米，先、在、最後，鹹、髒、爆米，先、在、最後。你先去變數躺下，再去變數坐下，爆米變數間房。你先去變數躺下，再去變數坐下，爆米變數間房。華語的意思呢，是我們先去打掃客廳，再去打掃廚房，最後打掃房間。我們先去打掃客廳，再去打掃廚房，最後打掃房間。南市英強用百姓講咯，我哋先去變數躺下，再去變數坐下，爆米變數間房。我哋先去變數躺下，再去變數坐下，爆米變數間房。